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6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17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听，主所爱吼。亚伯拉罕受到上帝呼召来军队上帝。伊的弟仔罗德嘛，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，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罗德的仆人因了后为着财富，羊群来甲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冤家，了后因就分家啦吼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得到福气，并且要因为伊来祝福其他的人。这当然包括伊的弟仔甲伊的仆人一家吼，但是这分开了后，是毋是就会失去祝福？这当然照圣经的记载并毋是安尼啦吼。亚伯拉罕为着要避免两家继续来冤家，所以就决定来分开，并无讲罗德因为安尼就失去上帝的祝福。身为长辈亚伯兰，伊甚至先让弟仔罗德来选择。咱看见罗德并无毋捌会晓来尊重长辈，伊先选择迄个肥佮水的所在。但是也因为安尼，因的性命就渐渐来沉沦。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亚伯兰带伊的某甲伊所有的对埃及去尼吉夫，罗德嘛做伙去。亚伯兰的精神金银真济，伊对伫尼吉夫渐渐往伯特利来前线。到伫伯特利甲爱的中间，就是伊以前大布片去祭坛的所在。亚伯兰伫遐求叫上主的名，甲亚伯兰做伙去的罗德嘛有牛群、羊群、布片。伫到迄个地区无够通互因来做伙徛起，因为因的财物真济，袂当阁做伙徛起。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常常来冤家。当这时，会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住伫迄个地区，亚伯兰甲罗德讲：咱毋通阁冤家。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嘛，毋通阁冤家，因为咱是一家人。全地拢伫你的目睭前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去倒边，我就去正边；你若去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罗德业目看约旦河甲索尼的方向一片的平原，水源充足。迄个地伫上主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以前，亲像上主的园，亲像埃及的地。罗德就经约旦河迄片平原迁徙去东边，因两家就分开。亚伯拉罕住伫迦南地，罗德住伫平原遮的城，渐渐迁徙去到伫索多玛。索多玛的人非常邪恶，大得罪上主。罗德离开了后，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你举头对你徛的所在东西南北看，你所看到一切的地。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，我嘛要互你的后代，亲像地上的土山遐尼济。人若会当算地上的土山，才会当算你的后代。你起来行头即个地逐所在，我要将即个地赐予你。亚伯拉罕就迁徙去到伫希伯伦，到遐近万里遐的树树的所在来徛起，伫遐为着上主起一道祭坛。彼得劝勉基督徒，着爱尊重所有的人，着爱听人，着爱敬畏上帝。彼得前书第2章17节到22节，彼得的教导提到着做人真基本的原则。你着尊重所有的人，着听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。尊敬君王，恁做仆人的，着恭敬顺从恁的主人。毋若对善良温和的主人，连刻薄的嘛着安尼。
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来忍受通称赞的。恁若做毋得，互人拍来忍受痛苦，有甚物体面？毋过恁若做好来忍受痛苦，这是上帝所称赞的。为着即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有着为着恁受苦，留模样互恁，恁互相通对伊的骹步，伊无犯罪，伊的喙嘛无诡诈。所以基督徒必须爱学习基督的模范，谦卑有礼貌，无有犯罪，嘛无讲白贼，正做上帝所欢喜所爱的儿女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；正直的人应该来称赞伊，伊着弹琴感谢上主，用10条弦的琴来称赞伊。弹互伊真水，着对伊来唱新的歌，大声欢呼，因为上主的话正确，伊的作为拢可靠。上主意爱公平正直，伊的慈爱普及全地。穹苍对上主的话创造，日月星辰对伊的喙盆的开造成。伊甲海水集做堆，甲深烟收伫仓库。全地着敬畏上主，世间人拢着敬畏伊。伊一个讲，宇宙就出现；伊一个命令，万物就形成。上主互列邦会计无落空，互万民会计无失效。上主的地位永远袂变，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。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；受拣选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感谢上帝赏赐恩典甲普调，互阮来蒙福。求主帮助阮来学习基本做人的态度，伫生活中来学习基督做模样，正做上帝所爱的人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